我同你講，一個人最可怕嘅地方，往往唔係佢脾氣大，唔係佢講話衝，亦唔係佢表面睇落有幾難相處。真正要你留神嘅係嗰啲長期獨來獨往，乜都唔講，乜都唔問，平時好似同邊個都冇仇，但你永遠唔知佢心裏面裝住乜嘅人。有啲人獨處係因為心靜，佢唔中意熱鬧，唔代表佢冇人情味。人哋有難，佢會出手；屋企有事，佢會承擔。平時少講話，但關鍵時刻靠得住。呢種人唔單止唔需要遠離，仲值得你尊重。但有另一種人，你就真係要小心。佢獨來獨往，唔係收心，係短情。佢唔同人來往，唔係清高，係唔想俾人睇穿。平時佢唔欠人人情，亦唔想幫人一把。到有一日自己出事，就突然走出嚟，講到自己幾可憐，講到人哋唔幫佢就好似冇良心。呢種人你一旦同佢行得太近，輕則傷你心，重則拖你落水。老一輩成日講，唔怕人講話多，最怕人心瞞心。講話多嘅人，佢情緒擺喺面上，開心唔開心，你大概都睇得出。最難防嘅，反而係嗰啲10年8年都唔露聲色，表面冇爭冇搶，心裏面卻計到好盡嘅人。你聽我慢慢講完先。古人識人有個好實在嘅道理，唔好只聽一個人講咩，要睇佢長期點做，睇佢點對親人，點對朋友，點對老人，點對弱者，點對一個對佢冇利用價值嘅人。一個人真正嘅底色，唔係喺風平浪靜嗰陣睇出嚟，而係喺利益面前、麻煩面前、責任面前，先會慢慢露出嚟。有啲人平時獨來獨往，你以為佢係老實人，其實佢只係唔想承擔任何關係裡面嘅責任。親戚聚會佢唔嚟，鄰里有事佢唔理，朋友遇難佢裝唔知，屋企老人需要人照顧，佢永遠有理由避開。但到有一日分遺產、借錢求幫忙要資源，佢就突然出現，一開口就講親情，一開口就講交情，一開口就講大家識咗咁多年。呢種人最令人心寒嘅地方，就係平時當你係外人，有利益嗰陣，又突然當你係親人。我以前識得一個街坊，大家都叫佢阿強。阿強50歲出頭，住喺舊樓3樓。平時好少同人講話，朝早買菜見到佢，佢低低頭就行過去。電梯入面有人同佢打招呼，佢最多一聲。街坊紅白事，佢幾乎從來唔出現。樓下有人搬寵物，佢就算經過都當睇唔見。一開始好多人都覺得算啦，人哋性格內向啫。呢個世道，有人中意熱鬧，有人中意清靜。冇咩好講，佢老婆早幾年同佢離咗婚，仔女又唔同佢住，街坊見佢一個人出出入入，有時仲會覺得佢可憐。樓下賣早餐嘅阿姨，有時見佢一個人買豆漿，就會多夾半條油條俾佢。隔離屋嘅陳伯見佢水龍頭壞咗，仲主動幫佢換過一次膠圈。但阿強呢個人越相處越令人覺得唔對路，人哋幫佢，佢唔會講多句多謝，你幫完佢，佢好似覺得理所當然。下次見到你，照樣冇表情，照樣唔打招呼，好似你幫佢係應該嘅。有一次，樓上李嬸個老伴半夜跌倒，成棟樓都聽到叫聲，幾個街坊披住件衫就落去幫手，有人打電話叫救護車，有人幫手扶人，有人上樓攞身份證同病歷。阿強屋企燈係開住嘅，門縫下面仲透住光，大家都知佢未睡。有人拍佢門，叫佢幫手抬一抬，因為救護車到之前，老人家卡喺廁所門口，2個女人真係搬唔喐。阿強喺屋裏面隔住門講：我腰唔好，你哋揾別人啦。講完就冇聲。第2日朝早，佢照樣落樓買早餐，腰板挺得直直，行路比邊個都快。大家睇喺眼裏，冇人即場講破，但心裏面已經有數。你話佢一定係壞人咩？未必。
但一個人對身邊人嘅苦難完全冇反應，連最基本順手幫一把都唔肯，呢種冷係會令人心寒嘅。以前老人家講，人冷唔怕，心冷先怕。性格冷淡可以理解，但心腸冷到人命關天都唔肯動一下，咁就唔係簡單內向，而係做人嘅根已經偏咗。阿強真正俾大家睇清楚，係因為一件錢銀事。嗰年佢做生意失敗，聽講俾人拖欠貨款，周轉唔來。平時10年8年唔聯絡嘅親戚，佢突然逐個打電話，開口就話：大家親戚一場，幫我過一過呢個關，等我資金返嚟即刻還你。佢表弟阿輝心軟，借咗3萬俾佢。阿輝本身都唔富裕，老婆身體唔好，屋企仲有個女讀書，3萬蚊唔係小數目。但阿輝諗住親戚一場，人到難處幫得就幫。借錢嗰陣，阿強講到好誠懇，話最多3個月一定還。頭1個月佢仲會回2句信息，第2個月開始就話資金未返，第3個月再問佢就有啲唔耐煩。到半年之後，阿輝再打電話，阿強索性唔接。後來阿輝上門揾佢，阿強開門之後，第一句唔係解釋，唔係道歉，而係黑住面講：你使唔使逼得咁緊？我又唔係唔還。阿輝聽完當場愣住，明明係你欠人錢，別人問一句，竟然變成別人逼你，別人信你借錢俾你，最後反而好似欠咗你人情。呢種人最可怕就係佢會將別人嘅善良當成自己嘅籌碼，將別人嘅忍讓當成自己可以繼續拖嘅空間。阿輝後來先知阿強唔止借佢一個人，幾個親戚、2個舊同事，甚至樓下做早餐嘅阿姨，都俾佢用唔同理由借過錢，數目有大有小，有幾千，有1萬，有3萬。每個人都以為自己係特殊嗰個，都以為阿強真係走投無路。但後來有人見到阿強照樣食好用好，仲換咗部新手機。你問佢錢去咗邊，佢就話生活壓力大，自己都有難處。呢個時候街坊先慢慢明白，原來佢平時唔同人來往，唔係因為清靜，而係因為佢唔想俾人了解。佢唔參加人情往來，唔係因為唔識應酬，而係從一開始就唔想付出。佢要嘅係一種好處，平時冇責任，出事有人幫，平時唔投入，關鍵時刻想收成。你話咁樣公唔公平？人同人之間最怕就係單向消耗。你有事我要幫，我有事你消失。你講感情我要認，我講規矩你話我現實。你困難嗰陣，所有人都要體諒你。人哋困難嗰陣，你就一句我幫唔到，然後轉身關門。呢種人唔一定會大吵大鬧，亦唔一定會當面害你，但佢會喺一點一點裏面消耗你嘅善意，榨乾你嘅耐性，最後仲令你懷疑自己係咪我太小氣，係咪我唔夠善良，係咪我太計較。我同你講，善良唔等於冇邊界，修行亦唔係叫你俾人無限消耗。佛家講慈悲，但慈悲唔係愚痴；道家講清靜，但清靜唔係冷漠；儒家講仁義，但仁義更加唔係一味俾人佔便宜。一個人長期獨來獨往，你要睇清楚佢背後到底係咩原因。有啲人獨處係因為經歷過世情冷暖，所以選擇少講話，多做事。呢種人佢雖然唔熱情，但心係暖嘅。平時唔打擾別人，關鍵時刻亦唔會推卸責任。佢唔中意熱鬧，但佢懂得感恩。你幫過佢一次，佢會記住。別人有難，佢會盡力。呢種獨處叫修心，但有啲人獨來獨往，係因為佢眼裏根本冇別人。佢唔關心人情，唔承擔關係，唔願意付出，亦唔願意被人了解。佢同世界保持距離，唔係因為清醒，而係因為自私。佢將自己包起來，等有需要嗰陣先伸隻手出嚟。呢種獨來獨往就叫撞禍。老人家睇人其實好有智慧，佢哋唔會即聽你講咩，佢哋會睇你做咩。一個人再沉默再低調，只要佢心善，
時間長咗一定睇得出，佢會喺小事上有分寸，會喺別人難處有反應，會喺受人幫助之後有記性。相反，一個人如果長期冇來往、冇關懷、冇承擔、冇感恩，只係喺有利益、有麻煩、有求於人嗰陣先出現，咁你就要醒目，呢唔係性格問題，係心性問題。阿強後來喺樓裏面幾乎冇人再理佢，唔係大家絕情，而係大家怕咗。早餐阿姨唔再多送油條，陳伯見到佢亦只係點點頭，阿輝更加同佢斷咗來往。有人話都係3萬蚊睇清一個人，算啦，當破財擋災。但你知唔知最令人唏噓嘅係咩？過咗1年幾，阿強真係病咗，聽講係血壓高，突然暈倒喺屋企門口。最後發現佢嘅唔係親戚，唔係朋友，而係清潔阿姨。因為樓道幾日有陣怪味，清潔阿姨覺得唔對路，先叫物業開門。人去到呢一步其實好悲涼。一個人一世將人情推開，將關係切斷，將別人嘅善意耗盡，到最後自己真係有事，身邊竟然連一個願意第一時間衝過嚟嘅人都冇，呢就係因果。唔係天上有個簿，一筆一筆記住你，而係你平時點對人，人到關鍵時刻就點對你。你平時種落嘅係冷漠，最後收返來嘅就係孤單。你平時種落嘅係算計，最後收返來嘅就係防備。你平時將別人推遠，最後真係需要人嗰陣，人自然就唔敢靠近你。所以我先同你講，切記一定要遠離嗰種獨來獨往得太冷、太深、太冇人情味嘅人。唔係叫你睇唔起孤獨嘅人，亦唔係叫你排斥性格內向嘅人。真正值得警惕嘅係嗰啲長期喺關係裏面只想索取，唔想付出，只想別人理解佢，唔肯理解別人，只想自己舒服，唔理別人死活嘅人。呢種人你同佢做普通點頭之交可以，見面打聲招呼，保持禮貌冇問題，但千萬唔好同佢綁得太深，唔好輕易借錢，唔好共事合夥，唔好將自己嘅家事、心事、底牌全部交俾佢，因為你永遠唔知佢沉默嘅背後係厚道定係算計，係修養定係冷血，係獨處定係等機會佔你便宜。人到中年之後交朋友唔求多求穩，親戚來往唔求熱鬧，求真心。鄰里相處唔求日日飲茶，求有事嗰陣唔落井下石。你要記住，真正可以靠近嘅人，未必日日同你講話，但佢心裏面有你。真正要遠離嘅人，未必會開口傷你，但佢心裏面從來冇別人。其實我哋身邊或多或少都見過呢類人，佢未必叫阿強，可能係你嘅親戚，可能係你嘅舊同事，可能係住你隔離屋嘅鄰居，亦可能係你曾經以為呢個人好老實嘅朋友。佢哋有一個共同地方，平時好似冇乜存在感，但一到關鍵時刻就會令你心裏面打個冷震。我以前有個學生同我講過佢舅父嘅事，佢舅父姓梁，大家叫佢梁叔。梁叔年輕嗰陣喺工廠做技術，收入唔算差，人亦算有本事。但呢個人由後生開始就極少同親戚來往，逢年過節，別人去拜年，佢唔去；家族有人擺酒，佢話唔得閒；老人家生日，佢話自己唔慣熱鬧。最初大家都覺得佢性格孤僻啫，唔好勉強，因為有啲人天生唔中意人多，呢個可以理解。人有百樣，性情各異，唔係個個都要日日飲茶吹水先叫正常。但問題就出喺呢度，梁叔唔參與親情往來，卻對親情裡面嘅好處記得好清楚。老人家有退休金，佢記得；屋企有祖屋，佢記得；邊個親戚做生意有錢，佢記得；邊個表兄弟有門路，佢都記得。平時你請佢食飯，佢唔嚟。叫佢幫手，佢推，到佢有需要就會突然變得好親。開口一句我哋一家人，閉口一句血濃於水。講到你唔幫佢，就好似違背天理人倫咁。呢種人最容易令人睇錯，
因為佢平時唔吵唔鬧，冇同人撕破面，大家對佢仲保留住一種想像。可能佢只係內向，可能佢只係唔識表達，可能佢心裏面其實都重感情。但人性唔可以靠想像。一個人重唔重感情，唔係睇佢有需要嗰陣點講，係睇別人有需要嗰陣佢點做。梁叔嘅母親，即係我學生嘅外婆，80歲之後身體慢慢差，老人家有3個子女，梁叔排行第2。大女兒身體唔好，但都經常買菜煲湯，陪老人家去醫院。細仔做貨運，時間唔固定，但只要一有空就返去幫老人家換燈泡、搬重物、交水電費。梁叔呢，住得唔遠，搭車10幾分鐘就到，但一年到頭見唔到幾次。老人家跌倒住院嗰次，醫生話要人輪流陪床。大女兒打電話俾梁叔，希望佢晚上睇一晚，等大家可以返去沖個涼，睡幾個鐘。梁叔喺電話入面講：我唔識照顧病人，我去都冇用。大女兒話：唔使你做咩，你坐喺度，有事叫護士就得。佢又話：醫院氣場唔好，我一去就頭痛。你睇理由永遠有，真正想做嘅人會諗辦法，唔想做嘅人先會揾理由。老人家住院10幾日，梁叔只出現過一次，仲係拎住一袋水果，坐咗15分鐘就走。走之前仲同老人家講：媽，你要保重身體，唔好成日麻煩人。呢句話一出，病床邊幾個親戚心裏面都唔舒服。老人家自己亦冇出聲，只係眼眶紅咗。你話做人做到呢一步，係唔係好寒涼？自己母親躺喺病床上，最需要仔女陪伴。佢唔止唔出力，仲嫌老人家麻煩人。後來老人家出院返屋企，需要人照顧一段時間。大女兒同細仔夾錢請鐘點工，梁叔一聽到夾錢就話自己最近手頭緊，大家叫佢唔出錢都得。咁你每個星期嚟陪老人家食餐飯，等老人家開心下。梁叔又話：我唔識同老人家傾偈，我嚟咗大家都尷尬。你聽下，連陪自己母親食餐飯都可以講到好似別人為難佢。儒家講孝悌，唔係叫你做俾外人睇。老祖宗有個意思，一個人對父母長輩、兄弟姊妹嘅態度，往往就係佢做人根基嘅地方。你喺最親嘅關係入面都冇承擔，喺外面講幾多仁義道德都係虛嘅。一個人如果對老人冇耐性，對親人冇情分，對病弱冇憐憫，咁佢平時再安靜，再少講話，你都唔好輕易將佢當成厚道人。因為真正厚道嘅人未必識講漂亮話，但佢唔會喺關鍵時刻縮到冇影。真正心善嘅人未必日日掛住笑面，但佢見到老人辛苦，見到家人頂唔住，佢心裏面會唔忍。梁叔嘅真面目係外婆走咗之後先徹底露出嚟。老人家走得好突然，臨走之前冇留低清清楚楚嘅分配。祖屋係老人家同老伴以前留下嘅舊房，位置唔算好，但後來附近拆遷，忽然有咗價值。以前老人家病咗要人照顧嗰陣，梁叔冇時間到講祖屋補償存款分配，佢第一時間出現，仲帶埋一個懂法律嘅朋友。嗰日成家人坐喺舊屋廳度，本來大家心情已經唔好，畢竟老人家剛走冇耐，大女兒仲喺度講，先把老人家後事辦好，其他嘢慢慢傾。梁叔一開口就話：後事當然要辦，但帳都要清。媽走咗，遺產就要按規矩分，唔好有人想私吞。你聽到呢度心都涼半截。平時照顧老人嘅人係大女兒同細仔，醫藥費、護工費、雜費大部分都係佢哋先墊。老人家半夜發燒，係佢哋去醫院；老人家食唔落飯，係佢哋煲粥喂。老人家大小便唔方便，亦係佢哋處理。梁叔冇出幾多錢，冇出幾多力，到最後卻第一個跳出嚟講規矩。呢個世上有一種人好精明，出力嗰陣講自由，
分利嗰陣講公平，承擔嗰陣講困難，收成嗰陣講權利。你同佢講人情，佢同你講法律；你同佢講法律，佢又同你講親情。總之邊樣對佢有利，佢就講邊樣。我學生當時年紀唔算大，但嗰日之後佢同我講：老師，我終於明白，原來一個人孤僻唔可怕，可怕係佢從頭到尾只係想避開責任。呢句話講得好準。有啲人獨來獨往，其實係一種選擇。佢選擇唔接觸人，就等於唔想俾人麻煩，但佢又唔肯承認自己冇情，只係用我性格係咁嚟包住自己。講到最後，好似全世界都要理解佢嘅冷淡，但佢從來唔需要理解別人嘅辛苦。後來為咗組屋，梁叔同兩個兄弟姊妹鬧到好難睇。佢翻舊賬，話自己年輕嗰陣都有俾過家用。佢講規矩，話自己有同等繼承權。佢甚至話大女兒同細仔照顧老人係想討好老人，拎多啲好處。呢句話一出，成屋人都靜晒，因為最傷人嘅唔係爭錢，而係將別人多年嘅辛苦同孝心講成心機。大女兒聽完眼淚即刻落，佢話：我唔係想要多一分，我只係心疼媽。你唔照顧都算，你點可以講到我照顧媽係為咗錢？梁叔冇覺得自己講錯，反而話人心隔肚皮，邊個知你點諗？你睇，一個心裏面成日算計嘅人，亦會以為別人都喺算計；一個自己冇真情嘅人，亦好難相信別人有真情。呢就係相由心生嘅另一層意思，唔係單單講面上，而係一個人心入面裝住咩，佢睇世界就會帶住咩顏色。心寬嘅人睇別人多半留三分善意，心窄嘅人睇別人總覺得有陰謀，心暖嘅人知道人情有可貴，心冷嘅人只會問值唔值得。最後屋企當然都按規矩分咗，但由嗰日開始，梁叔同兄弟姊妹嘅關係徹底斷咗。過年沒人叫佢，家族聚會沒人通知佢。佢仲同外人講，兄弟姊妹排擠佢，話自己孤零零一個人好可憐。你聽到呢度會唔會覺得好熟悉？有啲人到最後最中意扮成受害者，明明係佢自己多年唔來往，明明係佢自己有事唔承擔，明明係佢自己將人情踩碎，最後卻講成別人無情無義。所以我經常同身邊嘅後輩講，睇人唔好只係睇佢可憐唔可憐，要睇佢點解會去到今日咁可憐。有啲孤獨係命運坎坷，值得心停；有啲孤獨係自己一手種出嚟嘅，值得警醒。你對人冷，人自然慢慢冷返你；你對人計較，人自然唔敢對你真心。你遇事只顧自己，別人有一日亦會學識保護自己。呢唔係別人變壞，係因果行到咁上下，開始回到你身上。已經講陰陽消長，人同人之間嘅關係其實都係咁。你俾出去嘅暖會慢慢聚成一團氣，你散出去嘅冷亦會慢慢結成一層霜。一個家庭、一個家族、一個朋友圈，最怕就係有個人長期只吸收溫暖，卻唔肯釋放半點溫情。時間一長，成段關係就會失衡。梁叔後來年紀大咗，身體亦開始差。有一次佢要做個小手術，需要家屬簽字同陪護。佢打電話俾大姐，大姐已經60幾歲，自己血壓都高，只係淡淡講：你可以請護工，費用我可以按份子出少少，但陪床我真係冇力。佢又打俾細弟，細弟講：我會去醫院睇你，但我唔可能長期陪，屋企同工作都走唔開。梁叔聽完好嬲，到處話兄弟姊妹冇良心，但其實大家唔係冇良心，係心已經傷透咗。人心呢樣嘢唔係一日涼嘅，係多年一點一點涼落去。你一次唔出現，別人會幫你解釋；兩次唔承擔，別人會勸自己算啦；三次、四次之後，別人就會明白，原來你就係咁嘅人。
到最後唔係別人遠離你，係你自己早就將條路行斷咗。所以點解我話切記要遠離嗰啲獨來獨往得冇人情味嘅人，因為呢種人一旦進入你嘅生活，佢唔會即刻害你，佢會慢慢令你付出，慢慢令你心軟，慢慢用我性格就係咁，我唔識表達，我唔慣麻煩人，呢啲話遮住佢嘅自私同冷漠。等到真正要承擔嗰陣，佢就退後；等到有好處嗰陣，佢就上前。你同佢講情，佢講理；你同佢講理，佢講慘；你同佢講分寸，佢講你無情。到最後，你點做都錯，佢點做都有理由。呢種關係最後人陽氣。我講嘅陽氣唔單止係中醫講身體入面嗰股正氣，亦係一個人做人處世嘅精神氣。你成日同冷漠算計、只索取唔付出嘅人纏喺一齊，你會越來越累，越來越疑神疑鬼，越來越唔敢真心待人。你本來係個熱心人，慢慢都會變到怕幫人。你本來有善念，慢慢都會被傷到收埋。所以遠離呢種人其實唔係絕情，而係護住自己嘅心。人一世可以善良，但唔可以冇眼光。可以慈悲，但唔可以冇邊界；可以念舊，但唔可以被舊情綁住，被人一次又一次消耗。你要記住，真正值得交往嘅獨處者，佢係安靜，但唔係冷血；佢係小言，但唔係無情；佢係唔合群，但唔會忘恩負義。而真正要遠離嘅獨來獨往者，往往有3個特點：一個係佢平時唔參與任何付出，但利益分配嗰陣永遠唔缺席；一個係佢從來唔體諒別人嘅難處，但要求所有人理解佢嘅性格；仲有一個係佢永遠覺得自己委屈，卻睇唔見別人被佢傷過幾多次。遇到呢類人，你唔需要同佢吵，亦唔需要當面拆穿佢。最聰明嘅做法就係保持禮貌，拉開距離。少談錢，少談私事，少共利益，少俾承諾。見面可以點頭，做人唔使結仇，但心門唔好隨便打開，底牌唔好隨便交出去。因為人到某個年紀就會明白，有啲人唔係你用真心就感化得到。你對佢越好，佢越覺得你應該。你退一步，佢會進一步；你忍一次，佢會當成以後都可以咁對你。呢唔係教你變冷，係教你識人。真正嘅善良唔係見人就掏心掏肺，而係知道邊啲人值得，邊啲人只可以遠觀。真正嘅修行唔係逼自己同所有人和好，而係喺看清人性之後，仍然保住自己嘅清明同分寸。你聽完阿強同梁叔呢2個故事，心裏面可能會有少少不舒服，因為呢種人唔係電視劇入面嗰種大奸大惡，唔會一出場就面目猙獰，唔會日日害人，亦唔會句句惡毒。佢往往就係安安靜靜坐喺角落，平時唔爭唔搶，甚至仲俾人一種老實孤僻可憐嘅感覺。但就係呢種人最容易令人放低戒心。真正識人唔係睇一個人熱唔熱鬧，亦唔係睇一個人朋友多唔多。真正識人要睇佢心裏面有冇一份基本嘅人情味。有啲人獨處，越讀越清明，越讀越慈悲，越讀越懂得珍惜身邊人。佢唔多講話，但會記得別人嘅好。佢唔愛應酬，但會守住做人嘅本分。佢唔隨便打擾人，但別人真有急難，佢唔會縮埋一邊。呢種人獨來獨往都係君子，但有啲人越讀越冷，越讀越窄，越讀越只剩自己。佢將所有關係都睇成麻煩，將所有付出都睇成損失，將所有親情人情都睇成可用可棄嘅工具。平時唔想俾人情，到要人幫嗰陣，又覺得全世界都應該幫佢。呢種人獨來獨往就唔係清淨，而係心性出咗問題。佛家講因果，唔係淨係講前世今生，亦唔係用嚟嚇人。因果最實在嘅地方就喺每一日嘅做人做事入面。你今日對人冷一分，明日
別人就會對你疏一分。你今日對人有情有義，日後你行到窄路，總有人記住你嘅好。有啲人到晚年，身邊圍住一班人，唔一定係因為佢有錢，而係因為佢年輕嗰陣有情。別人記得佢幫過人，記得佢講過公道說話，記得佢喺關鍵時刻冇縮。佢種落嘅善緣，慢慢就變成晚年嘅福氣。有啲人到晚年，一個電話都冇人想接，唔一定係因為命苦，而係因為佢早年將人情一刀一刀切斷。別人唔係突然無情，係已經忍咗好多年，痛咗好多次，最後先學識保護自己。呢個就叫因果回流。易經入面講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，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。呢句話唔係迷信，係人生經驗。一個家庭入面有人長期厚道，長期讓人安心，福氣就會慢慢聚。相反，如果有人長期自私、冷漠、算計，成個家嘅氣都會亂，人心會散，兄弟姊妹會反目，晚輩亦會學壞。所以你會發現好多家族真正衰敗，唔係由冇錢開始，而係由人心變冷開始。兄弟姊妹之間冇咗信任，親戚之間只剩計算，老人病咗個個閃，分家產個個衝。屋企入面冇溫度，就算祖屋再大，存款再多，都留唔住福。道家講上善若水，水有一個特點，就係滋養萬物，但唔爭功。真正有福氣嘅人，唔一定成日掛住善良兩個字喺嘴邊，但佢做出嚟嘅事會令人覺得舒服。佢唔會過分打擾別人，亦唔會喺別人需要嗰陣完全冇影。佢有分寸，有溫度，有邊界。而嗰啲獨來獨往到完全冇人情味嘅人，最大問題就係失衡。陰陽失衡，人就病；關係失衡，情就斷；人心失衡，福就散。一個人只收唔放，只要唔俾，只求別人理解，唔肯體諒別人，呢種關係遲早會崩。你同佢行得越近，越容易被佢拖入嗰種冷冰冰、計到盡、講唔通嘅氣場入面。人到中年之後，真係要學識西人。年輕嗰陣以為朋友越多越好，飯局越熱鬧越有面，親戚來往越密越有人氣。但年紀大少少就會明白，人多唔代表有福，人真先係福。你身邊有3、5個真係有事會問候你，有難會拉你一把，開心會替你高興，困難會踩你一腳嘅人，已經係好大嘅福報。反而嗰啲平時獨來獨往，一來就帶住麻煩，一開口就借錢，一有利益就講親情，一要承擔就消失嘅人，你真係要慢慢拉開距離。拉開距離唔係叫你惡，唔係叫你絕，亦唔係叫你到處講人壞話。真正成熟嘅做法係心裏面有數，面上留禮，腳下有界線。見面可以打招呼，但唔好交心太深。普通忙可以幫一幫，但唔好無限包底。小錢小事可以睇情況，大錢大事一定要有規矩。佢講慘你可以聽，但聽完之後唔好急住將自己搭入去，因為有啲人嘅慘係暫時遇到難關，有啲人嘅慘係長期將別人推遠之後嘅結果。前者值得幫，後者要謹慎。唔分清楚，你嘅善良就會變成別人嘅提款機，你嘅同情就會變成別人嘅護身符。我俾你幾個真係用得着嘅提點，你平時睇人就照住呢幾樣慢慢觀察。第一個，睇佢有冇基本感恩。一個人可以唔擅長表達，可以唔識講客套話，但受過別人幫助之後，心裏面一定要有數。你幫佢一次，佢未必要日日掛喺嘴邊，但下次見面，眼神、語氣、態度會唔會有一點溫度？佢會唔會記得你曾經幫過佢？佢會唔會喺自己能力範圍入面回返一份情？如果一個人受人幫助之後，好似乜都冇發生，甚至下次繼續開口要，仲覺得理所當然，呢種人就要小心。感恩唔係錢嘅問題，係心嘅問題。有心嘅人
一碗粥都會記得。冇心嘅人，你幫佢10次，佢都覺得唔夠。第二個，睇佢對老人同弱者嘅態度。一個人對強者客氣唔稀奇，對有錢人笑，對有利用價值嘅人特別熱情，呢個好多人都會。但真正睇人，要睇佢面對老人、病人、細路、服務員、窮親戚嗰陣，仲有冇一份尊重。如果佢對上面嘅人好有禮貌，對下面嘅人就冷漠、嫌棄、冇耐性，咁你就要知佢嘅好唔係修養，係篩選過嘅利益。一個連老人跌倒都唔願意扶一把，連親人病咗都嫌麻煩，連別人辛苦都完全冇感覺嘅人，你唔好因為佢平時少講話就以為佢老實。沉默可以係厚道，亦可以係冷血，分清楚先唔會睇錯人。第三個，睇佢關鍵時刻會唔會承擔。平時飲茶食飯，個個都可以有講有笑。真正嘅人品要喺麻煩嚟嘅時候先睇得出。屋企有事，佢會唔會出現？朋友有難，佢會唔會問一句？鄰里需要順手幫忙，佢會唔會當睇唔見？同人合作出問題，佢會唔會第一時間推卸？有啲人一生最叻就係避責任、避付出、避麻煩、避人情，等風頭過咗，等好處出現，佢又行返出嚟。呢種人，你同佢普通相處可以，但千萬唔好將重要事情交俾佢，因為關鍵時刻會消失嘅人，平時講得再可憐都冇用。第四個，睇佢係咪永遠只講自己委屈。有一種人好鍾意講自己孤獨，講自己沒人理解，講自己命苦，講自己被親戚朋友排擠。你聽第一次可能會心軟，聽第二次可能會同情，但你要慢慢睇佢講咁多委屈，有冇講過自己做錯咩？有冇反省過點解別人會離開？有冇承認過自己傷過人？如果一個人永遠都係受害者，永遠都係別人對唔住佢，永遠都係全世界冇良心，而佢自己從來冇錯，咁你就要退後一步。真正成熟嘅人經歷過孤獨之後會反省自己，真正自私嘅人經歷過疏遠之後只會怪別人。第五個，睇佢同你來往係為咗情定係為咗用。有人平時好少聯繫你，但一聯繫就關心你近況，問你屋企點樣，閒話家常，冇事都願意聽你講兩句。呢種小聯繫唔等於無情，大家各有生活，緣分淡淡，反而舒服。但有人1年半載唔出現，一出現就係借錢託關係，叫你幫忙揾你頂事。你幫咗一次，佢下次又嚟。你拒絕一次，佢即刻話你變咗呢種關係，就唔係情係用。你要記住，真正有情嘅人唔會只喺用得着你嗰陣先想起你。講到呢度，我希望你明白，我哋今日講遠離獨來獨往嘅人，唔係叫你一見到安靜嘅人就避開，亦唔係叫你歧視內向嘅人。呢個世界有好多好人，本身就唔愛熱鬧，佢哋獨處係為了養心，小言係為了守口，唔合群係因為唔想隨波逐流。呢種人反而有時更加真、更加穩、更加值得深交。真正要遠離嘅係嗰啲獨來獨往、得冇溫度、冇承擔、冇感恩、冇邊界感嘅人。佢嘅孤獨唔係清醒，係冷漠；佢嘅沉默唔係厚道，係封閉；佢嘅少來往唔係修行，係逃避責任；佢嘅可憐未必係命運虧待佢，有時係佢長期虧待別人之後，慢慢收返來嘅結果。人一世最緊要係心要善，眼要明。心善令你唔會變成冷漠嘅人，眼明令你唔會被冷漠嘅人拖累。你可以保留慈悲，但唔好丟咗分寸。你可以理解別人性格孤僻，但唔好替佢所有自私揾藉口。你可以幫人一把，但唔好將自己成個人生賠落去。尤其到咗50歲之後，更加要識得護住自己嘅福氣。你嘅時間應該留俾真正在乎你嘅人。
你嘅錢財應該用喺值得嘅地方，你嘅心力應該放喺令你安穩、令你變好、令你屋企有溫度嘅關係入面。唔好再為了一個只識索取唔識回報嘅人，搞到自己成晚睡唔着，搞到家庭不和，搞到晚年都唔安寧。有啲緣要珍惜，有啲人要放低，有啲關係保持距離反而係最好嘅善待。你遠離佢唔係恨佢，而係唔再俾佢繼續消耗你。你唔再借錢俾佢，唔係你無情，而係你知道善良都要有門檻。你唔再同佢講太多私事，唔係你變冷，而係你明白底牌唔可以交俾一個心門太深嘅人。做人最怕嘅唔係朋友少，係身邊有錯人。朋友少，心可以靜，錯人多，命都會亂。一個冷漠又算計嘅人，可能唔會一下子毀掉你，但佢會慢慢拖低你嘅氣場，拖亂你嘅生活，拖傷你嘅心。所以今日呢番話唔係叫你疑神疑鬼，亦唔係叫你對所有人設防，係提醒你喺人情世故入面要有一份清醒，見到真正修心獨處嘅人要尊重，見到獨來獨往又有情有義嘅人要珍惜，但見到嗰種獨到只剩自己，冷到冇人情，用到你先出現嘅人就一定要慢慢行遠。老天從來唔會虧待厚道人，但人也唔可以自己跳入濁水裏面。善良要俾值得嘅人，真心要交俾有回應嘅人。晚年嘅安穩要靠自己早走識人識退識守。聽我講到呢度，如果你覺得呢番說話對你個心有少少提醒，又或者你身邊都有咁一個人，平時獨來獨往，有事先出現，講親情講得好響，承擔責任嗰陣就冇影，咁你可以喺留言區留低4個字，保持距離。呢4個字唔係怨唔係恨，而係提醒自己做人要有善念，亦要有界線。如果你覺得老祖宗留下嚟呢啲識人智慧、處世道理唔應該喺我哋呢一代慢慢失傳，咁就請你動一動手指，點個讚，訂閱呢個頻道，亦可以轉發俾你最關心嘅人。你一個小小分享，可能就會令一個心軟太久嘅人醒一醒，另一個被人消耗太耐嘅人學識保護自己。喺佛家嚟講，呢就係隨喜功德，係將善念同提醒傳出去。願你往後餘生，身邊少啲冷漠算計，多啲真心相待，少啲消耗你嘅人，多啲滋養你嘅緣。願你心存慈悲，但唔再盲目；願你待人有情，但守得住分寸。等我哋喺留言區一齊善念共振，互相提醒，互相祝福。